約瑟夫和羅曼，花園之謎。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約瑟夫和羅曼娜在花園裏玩耍，在橄欖樹和薰衣草叢之間奔跑。蟬鳴聲在溫暖的空氣中回蕩，輕風吹得野草翩翩起舞。突然，約瑟夫在父親精心照料的小菜園前停下了腳步。看，羅曼娜，地球上有奇怪的腳印。他指着草莓植株和番茄植株之間的一排小標記說道。羅曼蹲下身子，仔細觀察。他是怪物嗎？他睜大眼睛問道。約瑟夫大笑。不，但這是個謎。昨晚這裡有東西，我們需要找出是什麼。兩個孩子決定進行調查。熱愛偵探故事的約瑟夫拿了一根棍子，開始在地上畫出腳印來進行比較。它們很小，只有3根手指。它不是貓。羅曼娜，他環顧着菜園，一個令人驚訝的細節吸引了他的目光。你看，有些草莓不見了，有人吃了它們。約瑟夫皺起了眉頭。偷草莓的人，他激動地喊道。他們跑去找媽媽，並告訴他們的發現。他微笑着鼓勵他們尋找其他線索，試試看是否還能發現什麼不尋常的東西。他一邊繼續在陽光下晾曬衣服，一邊建議他們。於是約瑟夫和羅曼娜開始探索花園的每個角落。在樹籬附近，羅曼發現2根樹枝之間夾着一根灰色的羽毛，一隻鳥。他建議道：也許吧，但是鳥不會在地裡滑動。約瑟夫撓着頭想到。然後在距離草莓植株不遠處，他們看到了一小塊黑色的糞便。呸！羅曼娜捏着鼻子驚呼道。這就是證據，約瑟夫說道。雷諾爺爺向我們解釋說，動物糞便可以幫助我們知道誰來過那裡。他們決定去農場看望他們的祖父，向他展示他們的線索。一路上，羅曼娜興奮得又跳又跳。你認為它是一隻狐狸嗎？或者是正在吃草莓的矮妖精？小妖精，約瑟夫笑道。我認為它更像是一種貪婪的動物，但是哪一種呢？當他們到達農場時，雷諾爺爺笑容滿面地迎接了他們。那麼，我的小偵探們，你們給我帶來了什麼？約瑟夫向他展示了腳印的圖畫和筆，並解釋了丟失的草莓的故事。羅曼娜驕傲地展示了那塊糞便，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離。雷諾爺爺檢查了他們的發現，並點了點頭。我覺得你面對的是一隻貪婪的刺蝟。羅曼娜睜大了眼睛。刺蝟？但它吃草莓嗎？我是的。他們的祖父證實道。刺蝟喜歡成熟的水果，它們經常會留下像這樣的小印記。看看你發現的糞便，約瑟夫，它可能含有種子。孩子們很高興解決了他們的第一個謎語。晚上，他們在菜園附近擺上一個盤子，裡面放着幾塊水果，然後躲在窗戶後面觀察。約瑟夫手裡拿着一支手電筒，隨時準備着只要有一點點動作就會打開。天黑後不久，一隻小刺蝟從樹葉間探出鼻子，走近湊着。就是它。羅曼驚訝地低聲說道。約瑟夫笑了。現在我們知道誰是草莓小偷了。他們默默地站着，看着這個小尖刺球膽怯地向前移動。刺蝟嗅着空氣，小心翼翼地環顧四周。
然後看到沒有危險，他放心了，走到盤子跟前，開始咬着一塊草莓。羅曼抑制住驚奇的笑意，他太可愛了。約瑟夫聽得入迷了，低聲說：看他用小爪子抓着草莓的樣子，他看起來真是個美食家。有幾分鐘的時間，孩子們一動不動，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有時刺蝟會停下來，嗅嗅周圍，然後勤奮地繼續進食。說完，他慢慢走開，消失在薰衣草叢下。我們就叫他流氓。羅曼娜興奮地說道。第二天早上，他們告訴父母他們的冒險經歷，並為發現了花園的秘密而感到自豪。媽媽向他們解釋說，他們可以給刺蝟搭一個小角落，用樹葉和遮蔽物遮蔽，這樣他就會感到安全。因此，約瑟夫和羅曼娜了解到觀察大自然並了解它的奧秘本身就是一次偉大的冒險。最重要的是，一名優秀的偵探必須始終保持耐心並關注最小的細節。